这是我见过最硬的裙子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作为一个穿过最多不同苗族织系服饰的文化博主，我们之前穿过一个4应苗的传统装。今天呢，是有一个来自贵州秦陇的小姐姐给我寄来了4应苗的新4应苗服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一件呢，就是这支苗族的一个上衣，它们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背面有这个风形的刺绣，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十字纹，正面是这种套头衫的，可以说是中国非常早的套头衫。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传统的服饰要么就是交领对襟厂子领，这种套头衫是不是很像现代装，很有超前的这种时尚的意义？强烈的对撞色彩也是苗族人想在这种穿过千百年迁徙历史，去更好的展现民族的迁徙记忆，去热爱生活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天，美丽精致而活的一种精神。这种帽子呢是非常典型的西部苗族特征，有这种珠饰和这种长流苏，顶部是采用这种条纹的刺绣进行封顶的，底部呢也是做了这种可折叠式的，走起来呢就像戴了一个太阳或者像一个小彩虹一样摇曳生姿。这个就是他们非常典型的一个西部苗族的银饰。很多人很熟悉贵州黔东南的中部方言苗族的非常盛大华丽的银饰，其实我们西部苗族也有银饰，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款之一，整体的造型优雅而不是大气。这是他们的腰带，应该是把他们的一套婚服寄过来给我。这一条就是他们的百褶裙，这个百褶裙是不是很眼熟？都是这种长细褶的版式。这一条呢是象征我们的长江、黄河，我们祖先久离的生活过的家园。每一条蜡染的纹路象征苗族祖先走过的千万条迁徙路。唯一不同的就是它这个裙角材质真的很特别，应该是纯麻质地，采用那个板蓝根和我们的那种鸡蛋清、猪血拼成了这种非常硬挺的版式，可以像扇子一样扇风，它还是非常的硬挺，是我见过最硬的裙子了。他们的这一个围腰也非常的有特色，它是这种2片式对折，上面的纹理也是这种非常细腻精致，感觉这一块掂在手里都是很有分量、很值钱的样子。非常感谢小姐姐寄来的这一套新的4应苗服，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套苗服走到我们的中越边境线，找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带你们来拍一组新4应苗服。天。